根据目前的统计，台湾使用慢性病药的民众有600万人左右。真侪慢性病药食落到地是爱困、头壳晕这款副作用。若准讲这副作用压起来时阵，偏偏你搁伫咧赛车骑奥托拜，就变甲真危险。台北市药师工会特别针对着药物，针对这药物对这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有做分级，希望民众爱去了解讲这药食落到地会产生什么款的副作用。 食酒食多搁赛车会危害交通安全，这一般的人拢知影。不过一寡慢性病患者药食多搁赛车，其实嘛真危险。这个观念可能唔是大家拢清楚。台北市药师工会表示，市上看的精神科药甚至是治疗高血压、高血糖的药拢有可能造成人神仙无精神，影响赛车的安全。所以药对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有分做4级，希望乡亲食药的时会当注意。我们把 药品分成0到3级，所以有安全的，也有危险的，包括刚才提过的一些精神科的用药，或是一些镇静安眠的用药，甚至有些眼科用药。各位如果有点过散瞳剂，也会知道，让我们的药师能够成为健康的守护者。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台湾有咧食慢性病药的已经有600万人。药师工会表示，食药佮赛车的比例比咱所想的佮较悬。 不过药的副作用对赛车安全的影响煞无受到重视。药师工会希望会当先针对职业的司机来宣导，另外嘛透过药师，和领药的民众更加了解药的分级。肌肉松弛剂它会造成嗜睡，高血压的药会造成耳鸣，还有头晕。有没有法规来让使用药物定相关的法则？我想我们也会建议。 政府应该要来正视这个问题。药师工会计划初期会甲民众宣导药的分级，虽然食药赛车要举证较困难，不过日后嘛是希望政府会当制定相关处分，保障赛车安全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